走进洗衣店，先看到老板两手的纱布绷带，特别显眼。这是经年累月烫衣服留下的纪念。神经压到韧带嘛。所以医生说这职业病。对。生铁打造的熨斗比家用的重好几倍，却非得如此才能把衣服烫得服服帖帖。在欣赏客人的衣服，说啊，洗得很不错，我们自己会一直在欣赏这张这样，觉得有成就感。对。虽然洗衣服已有机器代劳，有些事还是得靠老经验。毛衣要干洗，可是它是亮片，可是亮片洗的会白，可是水洗会缩。不能把衣服洗坏，也坚持不让客人等，强调守时的好观念。安排些不能等人叫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安排些不能等人叫。因为有所坚持，20-30年传统店家意外与外国表演团体结缘。那个表演那个狮子王呢，叫什么？哦，最近很热门。到最后就是他们24号要离开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讲说啊，好舍不得。好想哭这样子，真的吗？表演这样子，哦是啊，那他还送你小礼物哦。对，还送我小礼物。洗衣服洗出人情味，老板娘笑着说：“这就是老店的竞争本钱。”安排些不等按旧，安排些不等按旧。